第4节提到律法的总结，第10章第4节说总结就是基督，使所有信基督的人都能够得着义。而第10章的9到10节说，你若口里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将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信就可以称义，口里宣认就可以得救。犹太人、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人人都有同一位主，主也厚待求告他的每一个人。很重要的是，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有得救的管道，但并没有因为肉体上、律法上或是血缘上的不同，而上帝的救恩选取的救恩的方式就有所不同。因为只要求告主的名，都必要得救。今天要继续从罗马书的第10章的14节，继续来到11章的第10节。那这里讲到上帝虽然从拣选了犹太人，又到拣选了外邦人，但从拣选外邦人，上帝还是要回到犹太人，因为基督的福音是给普世的，给世人的。犹太人眼睁睁的忽视上帝宝贵的信息，基督的福音。神看起来好像弃绝了犹太人，拣选了外邦人。事实上，神在犹太人当中仍然留有余民。那这是11章10到11章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那么就请文参长带我们来读从第10章的14节到17节。麦克风 ，OK。可是你们没有信，怎能呼求他呢？没有听过，怎能信呢？没有人传讲，怎能听呢？没有人受差派，怎能传呢？正像圣经所说，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得抹佳美。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福音。以赛亚曾经说过：“主啊，谁相信我们所传的信息呢？”可是信可见，信是从听而来的，而听是从基督的话语来的。好，谢谢。那前面讲到，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但是没有信怎能求告？没有听怎能信？没有人奉差遣传道，怎有人听见？所以圣经以赛亚书说，传福音的人脚中何等佳美。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求告主的名。能够求告主的名，是因为相信基督；能够相信基督，是因为听见基督的话；能够听见基督的话。好，那保罗带领我们看到后面这两个环节，就是有人来传道。有人来传道，是因为有上帝差遣这些传道的人。所以从得救最后发现的源头，也是上帝所差遣。所以这一连串都是从神所发起。所以14节、15节说，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好，那这一段的话，也是来自于以赛亚书52章第7节的经文。在以赛亚书52章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犹太人他们被掳归回的喜讯了。好，那这群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就是一群渔民，剩余的百姓。因为很多的在北国被灭，南国被灭，然后呢当中有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又经过了波斯帝国，又能够从波斯帝国又有在剩的人当中，又有一批人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渔民中的渔民。那所以保罗把人能够求告神就能够得救呢，是透过几个条件，就是要信、要听、要传、要有差。差是上帝的工作，而人的这一段是相信。上帝都已经做了，但是呢，就是最后这一段，连以色列人都听见了，以色列人不信，所以不能求告神。16、17节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福音，因为以赛亚书在53章第1节也提到，以赛亚书53章跟52章是连贯的，是这个仆人之歌。特别讲到受苦的仆人，所以这个受苦的仆人的信息呢，所传，谁相信我们所传的呢？因为这位受苦的仆人，好，那很清楚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然后他被欺压受苦，像羔羊被牵去宰杀，然后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我们的罪孽压伤了。好，所以这个都已经听了。保罗说这么长，这个以赛亚书这么重要，这么出名，这么早就700年前就已经预告的预言，他们并不是没有听见，但是却没有相信了。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个信道的意思就是说，信心是从所听的或是所传的来的。所以所听的所传的就是早在700年前上帝就已经传给犹太人，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这个从是说借着基督的话，所以以赛亚书52章不是只有以赛亚书，甚至整卷圣经都是在见证基督。那从基督的话来的，就是这个从是借着，所以说借着有关基督的话，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以赛亚书52、53章这段的预言。信道是从听到来，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在英文当中 ，so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Christ。好，这个话呢，英文是 word， 在它的希腊文就是 rhema， 好 ，rhema 就是上帝的道。好，那这个道跟这个是这个上帝的话语好，跟这个道 logos 是有所区别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先差遣人，就一批奉差遣的去传道，去传道就使人听见，使人听见，人的心里就相信，人相信，口里就承认，就开始求告神，而最后就得救。这也是因信称义的过程。好，那我们再接着请文成长带我们来读18节到第10章的18节到21节。可是我要问，他们真的没有听过信息吗？当然听过，正像圣经所说，他们的声音已传遍人间，他们的言语已传布天来。我要再问，以色列人真的不知道吗？首先，摩西用上帝的话语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要以不算为子民的民引起你们的嫉妒，用一灭的国来激动你们的怒气。以赛亚更大胆地说：我让没有寻找我的人找到，向没有求问我的人显现。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出手，要那悖逆刚愎的人民跟我言归于好。好，谢谢。所以以色列人早就听见，而且早就知道，因为圣经在以赛亚书都有提到。重点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就是不愿意信了。所以他们真的没有听过吗？好，那和本说没有人听见吗？意思是说他们听不见吗？不是听不见，好，当然听见，因为在这个诗篇的19篇，这个诸天述说他的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所以他的声浪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上帝的话，无论以赛亚话、以赛亚书的话，都已经传到地极。但是这一些由以色列人真的不知道吗？好，那摩西呢，甚至早就也回答这个问题摩西在申命记的32章21节，昨天我们读的是引用的看到是申命记的30章申命记的32章是申命记的最后快要结束前的前2章讲到说上帝呢要以那不是神的来激起对不起，是以色列人以那不是神的来激起神的嫉妒，以虚无的神明来惹神发怒。但是上帝就要用不成国的，就是不是一个国家不算为子民的，激起以色列人的嫉妒，要以愚顽的国惹你们发怒这就是马太福音第7章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待人。他们怎么样对待上帝，上帝就回过头怎样对待他们。所以上帝爱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不爱神，去爱偶像，所以上帝就拣选非以色列人来引起以色列人的嫉妒，就是这个大儿子和小儿子的纠扯。
好，所以惹你们的愤恨，触动你们的怒气，好，其实是他们早先这样子来对待神，甚至以赛亚更大胆的、放胆的说，没有第十章的20节哦，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要让他们寻见；没有求问我的，我要向他们显现了。好，那这是在以赛亚书的第65章。好，以赛亚书快要结束以前，好，那神透过以赛亚说，连那个都没有来求问神的，都没有去寻求上帝的，上帝就让他们被寻见；没有来求告主名的，上帝还向他们来显现了。所以以色列人，上帝说：“我整天伸出手，要那悖逆刚愎的人民跟我言归于好。”那这也是以赛亚书65章的第2节啊，就是一天到晚跟上帝在顶嘴违抗、抗拒上帝的旨意。可见以色列人不是不明白福音的内容，也不是没有听见福音，但是上帝用外邦人的得救来激发以色列人的怒气。因为他们早就这样对待神，但是上帝回过头来让他们自己有机会思想，神对他们的爱是如何的不离不弃啊！即便他们仍然不相信，现在看起来是咎由自取，但是上帝还是要，我们在11章到明天结束会看到上帝的爱是没有改变。好，接着我们进入11章啊，那请文成长老带我们来读11章的1到4节。那么我要问，上帝弃绝了他的子民吗？当然没有。我自己也是一个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属于便雅悯之子的。上帝没有弃绝他从远古就拣选了的子民。你们知道，圣经记载，当以利亚向上帝控告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开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想杀我。”上帝怎样回答他呢？他说：“我为我自己留下7000人，他们都没有跪拜过假神巴力。”好，谢谢。那在这里讲到以色列被丢弃，但是呢，上帝还留下现在的余民，剩余的百姓。那我们昨天看到约珥书第2章，也有32节有提到。所以上帝保罗问这些读罗马书的弟兄姐妹，特别是犹太人，上帝不要犹太人了吗？保罗在这边提出非常清楚的回答，绝对没有，就是当然没有。即便看起来好像上帝弃绝他们，但是保罗认为没有，上帝没有弃绝他们，因为保罗自己就是犹太人，他说他就是一个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代，便雅悯之族，所以他是按着犹太人的生活规矩在生活，从小长大。可见呢，上帝并没有弃绝啊，弃绝意思就是推开或排斥，或是上帝把以色列人从自己的身边把他赶出去，把他推开，断乎没有，就是说这绝对不会发生。上帝没有弃绝他从远古就拣选的子民啊，所以保罗有引用了这个列王记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的事情，就是当这个耶洗别皇后要追杀以利亚，以利亚呢躲到了何烈山的山上的时候呢，然后向上帝来诉苦。当时跟上帝来诉苦的时候呢，他说：“主啊，他们杀了你所有的先知，只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想杀我。”那上帝怎么回答他呢？上帝回答这个以利亚说：“我为我自己留下7000人，这些的7000人呢都没有跪拜过假神巴力啊。”所以以利亚和上帝的对话说明说，在这个国家最败坏，亚哈王当道，北国一片乱糟糟的时候，上帝仍然用拣选的恩典留下了余种，就是余民。那神就从远古就拣选，就是预先知道，预先知道就是
预先的拣选，就是预先的存留，就是好像在以利亚认为这个国家快要灭亡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以利亚要起来逃命，因为他战胜了400个巴列先知和450个亚舍拉的先知，在加密山上，为什么要躲到何烈山上？因为他觉得他不能死，他一死这个国家就没救了，就没有渔民。结果他躲了半天，到了山上，上帝告诉他说还有留7000个，所以呢，让以利亚心里面也松了一口气。那上帝就要他去拣选的以利沙，这是另外一段的记载。所以上帝没有弃绝那些他预先知道、预先拣选的人，或是说神没有弃绝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他预先拣选或是预知的人啊。好，那这以利亚的记载在列王记上的19章，我们可以有空去看。好，那在这个保罗的引用呢，跟这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74译本有一些的差异，可能是保罗有自己在用自己的意思在修改过。好，那再接着请温参长带我们来读第11章的5节到8节。现在的情形也是一样，上帝出于自己的恩典所拣选的人只剩下少数。上帝的拣选是出于恩典，而不是根据人的行为。如果是根据人的行为，所谓恩典就不是真的恩典了。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以色列人得不到他们所寻求的，倒是上帝所拣选的少数人找到了，其余的人对上帝的呼召充耳不闻。好，第8节，正如圣经所说，上帝使他们的心灵麻木，直到现在，他们的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听。好，谢谢。好，那在罗马书第3章24节，从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24节，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好，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为义。所以这罗马书最先提到的恩典，好，那这个恩典的主题呢，好，让我们知道不是靠行为，是靠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来自于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来自于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救赎来自于这个传道的人，传道的人，传喜信、报福音、报佳音的传道人，传道人来自于上帝的差遣好，所以上帝用自己的差遣的恩典，让所拣选的人，虽然只剩下少数拣选的恩典就是照着恩典的拣选，那上帝是用他的恩典来拣选，然后呢，所留下的只剩下少数，和本翻成还有所留的余数，那前面就保罗引用了这个7000个未曾向巴力亲嘴，就是没有跪拜的、屈膝的。好，那这个余数呢，就是这个渔民的意思。在约珥书的第2章32节，我们昨天也有看到这段经文，虽然没有出现，但是这段经文就是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那后面讲到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渔民了。好，这个余数呢，就是残余之物残余的量。好，那在圣经当中，只有这里出现这个字但是对照约珥书或是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好，就让我们知道这个字用在这里的意思。所以上帝的拣选呢，完全是出于恩典，不是根据人的行为。如果是根据人的行为，恩典就不是真的恩典了。既是靠恩典，就不凭行为，不然恩典就不再是恩典。所以这个恩典呢，是与行为无关的。好，那所以恩典的意思就是恩慈的举动，或是上帝的恩惠，是上帝决定要给谁就给谁好，所以在第9章，好，上帝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好，是出埃及记33章，所以一切都是上帝在做主，不在乎，就是
不再是出于行为不再是靠着行为，而是靠着上帝恩慈的举动。所以所留下的余数余民，是因为上帝预先拣选，预先知道，并不是这些人的行为高人一等。所以第7节说，结果是以色列人得不到他们所寻求的，倒是上帝所拣选的少数人找到了这些余民，而剩下非少数人呢，他们对上帝是充耳不闻了。所以以色列人所求的是靠律法得义，靠着割礼，靠着遵守塔木勒，然后他靠着遵守摩西的律法要来得救，但是他们没有得着，却有另外一批蒙拣选人得着，其他人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就是充耳不闻了。好，所以这个得着意思就是打中目标，或是达成，或是得到。而顽梗不化呢，就成为那个厚的皮肤就成为那个茧引申为心地刚硬。所以这是上帝任凭他们，这也跟前面一样，上帝就任凭他们，使他们心里刚硬了。这也是在第9章所说的。所以上帝使他们心灵麻木，直到现在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听。这一段是来自于申命记29章、以赛亚书29章的记载。就是这些悖逆的子民，上帝的子民，上帝就加重他们的病，让他们病越来越严重，因为他们惹了上帝的怒气，还有惹了上帝的嫉妒，所以上帝就也要反过来来让他们嫉妒，让他们怒气，眼睁睁的看着外邦人一直得救，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好。这些在后的变成在前，可是这些在前的呢，却一直在后，就好像那个早上9点进去葡萄园工作的，看到下午4点来上班，还居然领一样的薪水，当然早上那个上班的非常的生气不公平，但是呢，他也不能够怪老板，他想要去怪老板怎么可以这样？老板说我们就已经讲好了，这个就是你的薪资，就是你的工钱，那这个老板要决定他自己要怎么样给薪资给工钱。我们又不是老板，怎么能够去对老板生气，说老板不公平呢？好，那耶稣用这个比喻也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拣选也是这样。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能够替上帝做主，但是因为我们都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好，发觉自己是羞耻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会分别善恶论断、批评论断，然后呢，会去论断人，就会以为以自己自我为义，以自己想看见的、想听见的方式呢，去决定什么才是公义但并不是这样。所以上帝使他们心灵麻木意思就是上帝使他们有昏迷的心，昏迷的心就是因为刺激太多了，就是哇。什么又有外邦人，又有这个刚来教会的人就信主，而且刚来教会的人就很认真的传福音做见证，甚至被拣选成为服事同工。那对于这些刺激太多，老信徒呢，就以至于反应迟钝或没有反应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犹太人对外邦人的心呢，其实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老基督徒或是好几代的基督徒更应该要小心，不要自己被神所弃绝，因为不靠恩典，只靠行为。那最后第9节、第10节，再请文成长老带我们来读。大卫也说过，愿他们在宴会上陷入圈套，被抓住；愿他们绊倒了，遭受惩罚；愿他们的眼睛昏暗，不能看见；愿他们的弯腰驼背，无休无止。以上，谢谢。好，那这里是诗篇69篇诗篇69篇呢是大卫的诗篇。好，那大卫在诗篇69篇当中，那他提到了一个求助的祷告，因为这是一首后面我们读到，这是一首弥赛亚诗，也是一首咒诅的诗好，他咒诅那一些恨恶大卫所爱的上帝的人。所以大卫在这边咒诅他们，当他们在享乐享宴当中前面有22节到23节的，前面那一节21节呢，就是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
好，那这就在预言了1000年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情。好，但是大卫就咒诅这一些用不义去对待上帝的义的人，愿他们在宴席在他们的宴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罗网，就是他们正在开庆功宴的时候，这个庆功宴变成鸿门宴，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圈套，就是跟朋友在一起享受的时刻呢，却最后可能被朋友出卖。愿他们的眼睛昏花看不见，求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这个腰呢，也指的是弯腰驼背所以他们呢可能在享乐当中，现在正在当道的时刻却没有想到这一些他们当道就是却变成他们的网子变成猎物被捕的陷阱，或是呢这个报应就是愿上帝把这些给回去他们怎么样待人，上帝就怎么样去待他们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律法先知道理的总纲，使他们的眼睛昏蒙变为黑暗，弯腰驼背，他们就是弯下去弯曲好，那就是诗篇说是他们的腰常常在颤抖而且是无休无止，所以这是一个咒诅，这是一个失去对神的一个信靠，只靠行为那他们怎么去待人，神就怎么样待他们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几个很棒的金句罗马书第10章14到15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好，那也不要忘记前面的13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所以这个从得救到相信，从相信到听见，从听见到传福音，从传福音到奉上帝的差遣，这一连串呢，有神所做的，到最后人的这段也有人应该做的，而是要平衡。第10章第17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这个听道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人，不是只有传一个教会欢迎来迦南教会欢迎来某某教会，这个教会很爱心这教会的牧师怎么样这教会的长老怎么样然后这教会有什么好处爱餐很好吃这跟基督有什么关系？我们要传福音给人，是要传扬耶稣，传扬基督，而不是只有传这些眼睛上表面上所看到。如果我们是这样传，他来教会就有这样的期待，他来教会就是想要看到很帅很美丽的，看到这个很好吃的，看到很有气氛的，但是呢他并不是想要来看基督，所以要传道，要把基督正确的传扬出来，让人知道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带给我们的恩典。还有11章的5到6节说，保罗引用了过去的旧约以利亚，现在这时刻也是这样，照着出于恩典的拣选，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靠恩典就不靠行为所以我们能够还继续在教会，还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没有去拜偶像，没有去向巴力来亲嘴，我们没有在庙里面，没有在这个拿香，没有在这个这个异端或是在邪教当中呢，我们也要感谢神，因为这还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并不是我们自己比人家好，高人一等。如果我们是看重说因为我们的祖先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的过去我们有什么奉献，有什么好行为，所以当然今天我们就不会在庙里面。那我们就认为这是我们自以为意，但是是上帝的恩典，是我们没有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没有在这个偶像的时刻，没有成为那败坏的余孽而是成为拣选的余数或是余民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盼我们能够好好珍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在今天领受你的恩典，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上帝你的恩是恩上加恩，你要使我们的信是信上加信，
要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并且是力上加力。愿你的话语成我们一天的帮助，也用你的话语带领我们，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每天都能够行在上帝的旨意中。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